受到大雨加这风台影响，菜色计数真无稳定。真侪这叶仔类的菜色拢起两成，上界含的就是这高山高丽菜，一斤对100一起到130，一粒若甲买起来上贵爱到400块。那这平地高丽菜一斤也来到70，民众也拢讲这伤过贵，买不落去啊。太下昼休困的时间，小食店头家赶紧备料。虽然最近菜价起，小小一粒高丽菜都要200多块，不过为了营业，也是爱家己吸收。也不是说都没有赚啦，就是很少啦，薄利多销嘛，变成这样子啊。都是因为连日落雨加海龟风台影响，菜市供货量无稳定，也好偏乌，海空运连续中断2天，民生物资受到影响。即马伫偏乌农会超市都出现高丽菜一粒要400，互当地居民化买不落去。半粒而已啊，快要200块啊，一粒超要400块，买不下去。高丽菜价呢，以100公克是20块钱来做出售，传统市场的售价呢，大概1台斤大概130元。那换算起来呢，其实是价格是相近的，并没有出现哄抬价格的情形。那小北通路高丽菜计数起，个人分林菜市集散地计数也袂低，为南投运送到分林的高丽菜。原本大家会当维持780台货车菜量，因为风台灾损甲交通等因素，即马只剩无到20台。高山高丽菜量不足，产地大卖价为8货车每公斤30起到110块。以前到货量都大概有100公吨了，现在差不多1/10。实在行一座北部的传统市场，真侪香菜类计数大约拢去2成，要唔记去上咸的也是高丽菜。好一点的大概130，不好的大概70，市场30几个8嘛，就3成左右了，这条378。面对风台过了的农损，农业部长陈吉仲测试5也前往台东花莲勘灾，佮公告现金救助品项。台东县的所有的品项都符合现金灾救助。那花莲的部分，昨天已经公告了金针，那今天会公告全花莲县的玉米、食用玉米跟大豆。还有新城乡的我们的其他的落花生、芥菜等。农业部表示，经过台东县政府初步统计，台东县这摆农损已经达到6亿，损害面积真大，会将款处理。那花莲县也包括咖啡、鱼仔、甲稻仔等，也会随时调整现金救助品项，呼吁受灾农民爱伫期限内，查相关文件向所在地公所提出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